高雄福田病院呢是标出哪像负责医疗器材的厂商入去到手术房内底替人开刀的代志。即卖卫生局启动调查，病院甲院长拢罚50万，也那厂商也移送侦办。也毋过，这福田的院长呢是化完网，伊强调厂商其实只是入去这手术房内底来确认寸笑尔。高雄福田病院的手术房内底，医护人员当咧替患者开刀，看起来真正常，但是民众甲这个画面提起向高雄市卫生局检举，讲伫个手术台的是医疗器材厂商，负责开刀的医生姓谢是病院院长，人竟然是坐伫个边仔休困。卫生局随启动调查，发现姓谢院长自1809年开始，就允准医疗器材厂商人员入去手术房，这款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对病院甲院长分别罚50万，也甲相关的医疗器材厂商人员移送法办，了解是不是有执行医疗行为。暂停谢姓医师手术排程1个月，进一步调查厘清。针对谢姓医师依医师法裁罚最高罚款50万元整，并移付医师惩戒。手术房咱无可能入去嘛，所以讲这个物件，你讲咱拢无证据啦，咱嘛袂当讲伊有安尼做无，咱嘛袂使安尼共讲啦。就是只是讲他的良心道德，伊袂使安尼做啊。民众认为，医生这个行业除了专业技术以外，上界重要的就是道德良心。那姓谢院长是伫家己的面前大本规行，伊强调手术开刀是伊家己开的，因为需要加压指挥，趁这个人胖和厂商去确认医疗器材寸笑尔，所互人白白报年甲乌。伊讲会配合调查，行医清白。针对规个事件，病院也讲绝对相信院长袂做违法的代志。那我们一切是等到公文收到之后，我们会再做后续的处理。卫生局表示，无照去从事医疗业务，相当会当判5年的有期徒刑，罚150万。谢谢院长强调，厂商的人敢若替患者量寸笑尔，安尼是毋是有算无照执行医疗行为？厂商敢有去做其他的医疗业务？一切拢需要等待卫生局甲司法单位进一步调查。记者郭家祖、邱兆阳、高阳长报道。